有真侪公共粪扫桶，民众常常唔知讲要安怎分类，还有一寡人规气就甲咧粪扫拼伫顶悬。着民间团体甲新北市政府合作，重新设计粪扫桶，希望引导民众用正确方式来甲这粪扫分类。 浅色的设计粪扫分类资讯写甲真详细，这是民间团体推出的新型粪扫桶，帮减少民众粪扫分类错误。表面做处处，也避免民众凊彩甲粪扫拼咧粪扫桶头顶。过去新北欢乐耶诞城期间，计共有要4万公斤的粪扫，今年伫市府内底放2卡这款粪扫桶，试看卖成效如何？它该怎么去放？其实有时候会困扰民众。你要让民众能够浅显易懂。我们其实做到了资讯跟很多指引的设计，去帮助民众可以很明快的找到它对应的垃圾桶。民众会来到垃圾桶前，他可能会先稍微看一下说，哦，这是什么垃圾桶？怎么长得有点特别？那进一步他会去好好的找说，哦，那我手上可能有一整包的午餐的便当，那我可以更进一步的怎么样去把它再做细部的分类。 根据民间团体的统计，伫咧做回收的时，有4成外的民众认为粪扫桶的标示无清楚，地数唔知安怎分类。经过测验，发现这款粪扫桶会使提高民众正确分类的比率，为26%增加到53%。斜面设计会帮助民众没有办法这么做，而去把垃圾再用细部的分类。那很多附近店家也很高兴看到说，哇，终于有厨余分出来了，因为过往其实厨余不知道怎么丢，只好随同一起丢到一般垃圾。 这款粪扫桶因为是特别定制，成本要5万到10万，平一般的公共粪扫桶5000到6000是贵真济。民间团体表示，未来若产量提高，也是做简单的重新设计，拢会使降低成本。记者郭文长随新北报道。